来，各位同学来了。好。上课进行。来，你看第一节课，咱们讲地球顶端的水，啊，地球顶端，就这个安排改对用，我们来讲。近年大家拢欠水对无？所以你去我叫你游河下游了，迄水爱使从啊？咖啡啊，对无？一直用嘛吼。奇怪，参来落雨啊，落风，他想让你欠水，这样咱袂讲。咱讲的地球顶端吼，这是算有咱介绍咱地球科学要做啥物？外口大气，咱大家来思考。大气圈，来，咱这个要学的是水圈。咱地球顶端因为有水，所以咱会被做讲适合生物生存的所在。那种金星，伊无液态水，伊拢蒸汽；像火星，伊拢冰，所以生物也无法度生存。还有原子圈，原子圈也被热土，咱土内底爱进物件还价，所以所有物件拢为了啥？为了咱这后面这灰啊，坏掉，差不多。歪头是这个，好来。咱为了咱中的食物，咱当然为了咱啦，咱后尾看。所以，咱想到要学这个地球科学，接上掉下来叫做永续，叫做永续。以前原住民咧拍蜡，他们在打猎啊，伊拢会教囡仔讲，你拄着迄落仔吼。抱落甲囡仔，咱细时莫甲拍，是安怎？就要互伊大啊！你甲抱落拍，因为细汉啊无人饲就挑伊啊，细只会拍伊袂大啊。伊就无啥意思，所以拍大只拍工的，所以查甫遐衰，抱了莫要拍吼。这叫永续啊！但咱即摆牙医变讲流刺王，大细只拢好者，愈大愈好，拢无好伊啊，好问题啊。所以咱即摆个上课要甲你讲的，就是爱永续经营的概念。因为以后咱爱你大汉了，爱你甲你的囝啊、孙啊，拢过会当活，有物件通食，有鱼仔通食，有好的空气。好的水旁边，这个永续这种咱的生存的环境嘛这咱先跳过，这举例地球顶端的水咱地球表面你看迄个地球仪，你有看过地球仪无？地球仪。我问你一个问题地球仪是安怎起？地球仪会怎么写解？太阳。以前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作家去整下所在看到囡仔咧设计地球仪，就有一个小学生小学低年级的，伊讲，小朋友啊，叔叔问你地球仪为什么歪歪的？就从我讲起安尼，这因为囡仔咧甲你讲比较无共，互迄倒下去互耗出来，讲不是我弄歪的。我倒下来去找老师啊，老师来把那求囡仔，讲老师地球仪的小孩子也不教，就让他那边玩我问他为什么歪歪的我回答主人都不是他歪的。老师讲多少重点？我们是乡下地方同学没有去补习家长要忙着种田所以比较笨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其实小孩就是很诚实，他说不是他弄歪的，就一定不是他弄歪的，你一定要相信他。懂吗？我觉得老师那些坏学生去吹毛病，校长
我问你们学生地球为什么歪歪？他说不是那种歪的。问老师，老师说学生很老实，说不是那种歪的，是那种歪的。那你这学校怎么来的？哇，校长一听，马上立正，报告出去，这不能报我们学校，因为经费不足，我们只能买得起歪歪的地球仪。好，如果上级给我们足够的经费，我保证不会买这个瑕疵品的。好，下次一定买瓷的。好，有瓷的吗？都歪呀，大家都歪呀，它是歪同一个角度啊。为什么？你讲很好，地球仪就在画地球嘛，因为显示地球嘛，地球仪为什么歪的？就地球本来就歪的嘛。可问题来了，太空中没有上下左右吧？你歪一跟个东西比歪掉啊，跟什么比？啊？跟地球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什么？地球。太阳啊。它跟它的公转面比是歪的，这我们之后会讲到。来，地球上，咱地球顶管水的分布内底吼，咱地球是沙来，你看海水的面积大概是用地偌济，海是较侪，海大概占70%嘛，70%嘛吼。这嘛是拄好呢。地球顶管的面积哦，海面积占70%哦，你身躯的水分吼，嘛是占70%也知。你若50公斤哦，你身躯有偌济几公斤的水？因此，你50公斤，你身上有几公斤的水？30公，加2菜有奖。30公斤的水了，一半加了。你身躯这30公斤的水若无去，了哪变做啥？你唔知着无？台湾来讲，变做人渣。你甘蔗树水要变啥？甘蔗渣了。所以人脱水了就无你强改名人渣，你唔来没啥。买名人渣的名，讲你是脱水的人所以下次骂人渣会被告，对不对？法院会判你罚多少钱？所以你下次就骂他说你这个脱水的人。人渣会我没有保证你不会被告有一个比较科学性的讲法是这样。好啦，但是咱的海水占所有水的97%，也就是海水97%。咱知海水咱袂离子叫咸水嘛，所以咱会当用一个正水，正水啊，加3%，这3%内底有2%是冰对不对？北极蓝旗。都管刷顶管着。对，各位上水，咱去上水咱去占一半加，北极村呢，少少伫咧管刷顶管。伫咧管刷顶管也变做像河流安尼，但是伊是冰，所以伊的刷位做慢呢，迄叫冰川。伊若刷甲温度超过0度以上，就是较温暖的所在，这个意义。我们冰箱里面的那个啤酒是在哪里拍？冰箱里冰啊？冰箱里面的啤酒是在哪里拍？没有，它不会，它后来就从旁边河流。但是你若伫咧南北极，这个比较厉害。但是南北极做远啊。伊虽然是正水但是伊迄无真正有人想讲，我无爱去南北极看点冰山的无咱看伊个国家就引起北部市对无？所以咱会当用的分一项，地下水甲河流甲湖，这拢总加起来1%。
这海水有氧吼，海水有养分，这拢二过啦吼。海水养分对来照相，石头冲入去。你有听过迄个？咱海水是咸的吼，来咱的湖有诶叫咸水湖甲正水湖，淡水湖甲咸水湖，两种有啥物差别？正水甲咸水的湖，你有听过做有名的死海无？死海是海啊湖，嘿，死海是湖哦，湖人叫海，我嘛毋知影，叫海搁你较拍款。啊，无青海嘛是湖，对吧？伊嘛叫海，死海嘛是湖，咸水湖就是伊个河流吼，无入海，迄个湖就是伊个中底，所以伊所有养分拢接伫迄个湖内底，所以伊个养分通常拢比海水较高。像迄死海是一般海水的7倍，所以迄个起来做大诶吼，有点做大诶。啊，氯化钠、氯化镁、氯化二混，啊来种是有啊，这太阴啊。啊，你讲咱会当海水淡化，咱想办法海水淡化。第一是分做淡化了吼，我啉过。我伫做外岛做编子，我有过海水淡化，一次淡化吼，我洗身躯诶，我洗身躯洗了吼，无烫了好，结果我搁来水新来创啊。嘿，结果吼，一个月吼，一漱口吼，吼，一股臭油味吼，呛鼻而上，吐出来。我就哎呦，我难怪有在水咧洗身躯。我看到有人用迄水洗身躯了，去杀两罐泡水水，甲身躯擦一擦。了解？迄一次淡化，啊，它还二次淡化。二次淡化的水做什么用？你知道吗？互咱群众的厨房吼，互咱甲咱煮咱的衫子，无怪汤拢免提凉，水咸嘛吼。所以我这个前线小到对。海水的浓度差不多3.5%，3.5%，就是讲1,000公克的海水内底有差不多有35个盐分，但这差不多尔吼，因为咱海水的咸度会随着伊的所在会无共。你像咧赤道、赤道纬度迄落较低的所在，因为雨水较侪，所以伊的海水会上较被冲淡。啊像迄纬度较悬的，伊的盐分就较高。啊，出海口盐分嘛较少。哦，这个咱海水啊，这冰川，台湾敢有冰川？无啊，真无，但是真冰。因为咱地球有经过冰河时期，所以咱伫中央山脉会看到冰川的遗迹。哦，咱后面讲到冰川的讲，好啊，冰这咱讲过吼，地球南北极的冰山融化，南海平面上升，到有南河流外水，到有冰上水可以开始存下来，哦，我来考虑水，我来上去了，冰川的冰河的问题吼，像阿尔卑斯山因为滑雪圣地对。像海因滑雪圣地吼，你滑雪下来，你要跟去滑你无迄爬起哩的嘛，我迄够远的，你用坐啥？坐缆车对无？缆车是毋是两支条啊插？你像咱的猫空缆车，都是插入土内底，但是因咧阿尔卑斯山你嘛，因为迄永冻土吼，迄就是讲冰。所以伊迄缆车的条啊，是直接定位冰内底哦。啊，问题是即下海啊，迄冰开始扬伊啊哦。迄缆车的条啊，另外一个程度，迄缆车的条啊，就安拼落来，缆车坐啊是往被云霄飞车，双重享受。所以嘛，足紧张的啦，迄融化毋是搁海平面上这个问题。所以地下水，就是咱
冰龙去河水伫你土内底。哦，这咱平常讲着吼，其实你会顶几个土会当看着。咱讲河流啊、湖泊的水，其实是地下水出来，土面水去，互你看到的。伊嘛是算地下水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无的地下水吼，是你看有这个10倍以上，但是你看无到。啊，你会当拍正去甲抽出来，但是抽水有遇到啥物问题？哦，这地下水面嘛，伊不是一个平面，伊会受地势啊甲你落雨，哦，像迄上山顶落雨啊多，所以伊的水面较悬。啊，你啊，地下水吼，就是讲伊个土的迄个沙的空拍，啊，所以你啊抽伤多吼，伊个拍就会变薄，啊，所以你的地层就会落落地层下陷。啊，有人昨天说啊，40地层下陷，我水啊灌等于个要捅上来啊，不可逆的，地层下陷是不可逆的。毕竟啊 ，Q 为地层下陷，哎呀，灌水伊袂通，啊，无法恢复。啊，你现在会对啥问题？所以你的楼啊厝的六岁啊，有人讲安尼涨，安尼我买2楼，买其实刚就变掉去，因为你车价落啊2楼，落啊到1楼，你更加买2楼呀，掉去啊有价带给我，哎，过2楼我变地下。有个老岁啊，你看这个地层下陷，啊，还有你的井水不叫是淡水哦，啊，你地层下陷到你一刚咧抽来变做咸水，因为伊的地下水面，那个淡水地下水面会消失吼，变做咸水，迄咸水入侵。啊，你后面咸水，你个一海里抽就好啊，你个乌水济吼哈。啊，个海水倒灌沿海地区，所以咱云林、嘉义、甲屏东，啊，这地层下陷都做严重。好啊，另外个有饮水的问题，水伤多，饮水，妈妈风灾另外袂出事吼，我妈妈风灾有到精彩，我迄阵迄阵做总务主任，迄工风灾了，隔工来到后央哪看的啊？我发现地下水，所有地下水的出口拢水满出来，咱全部的地下是拢泡伫水内底。我有倒爱野骹呢，我野人变水人呢，啊，我有倒爱行，3个老师写野骹，迄叫抽水车来吼，来水抽，规暝规日吼抽啊大，迄公车粗的抽水，安尼。放入去抽了，你看者吼，哦，目屎哦，迄规个天花板地上所有拢泥泞，迄个唔爱扫偌久。像那饮水排水不良就，咱都市吼，像那排水不良，因为咱拢用阿门头、水泥啊，所以咱水拢会比较热意。啊，你袂比较对，你就要安怎？你来，搁爱用阿文土去用白水膏去甲引入海内底。啊，你若袂腐白，你就害。所以咱讲啊，上好的方法是咱爱增加迄个绿地，就是咱土会当落去啊。要拿咱国商吼。愈开始咱头有靠迄砖啊，咱进头落去来，迄个抗地砖啊，水敢会当落去。会当吼，咱以早上早起的就是瓷砖吼，迄是用下骹铺迄个阿文土啊，顶头铺瓷砖哦，啊尾后无咱总有的砖盖，这较环保，因为这落雨的水会落去，你若瓷砖袂落去，一定爱。贵边仔水沟啊落去，哦，爱用瓷砖嘛，都精彩的。迄用瓷砖吼，你若看落雨吼，迄校门口就很精彩。
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出来，啊，会转校门哦，节安尼连场，所以他受不了啊。所以咱操场哦，有那鼓励讲，无法度咱校有田径队，咱一定爱考迄个 PU。你一般学校若无田径队哦，你像我进第3名高中哦，你的操场为红土的，红土的水当出去，它叫透水敷面，这帮助说，因为哦，你今仔起了排水沟。你足紧甲迄水甲因为海内底无唔定袂饮水啊，但是人工无落雨时阵，你地下水无啊，你怎啊落雨变水灾，无落雨变旱灾？哦，所以咱爱增加咱地下水，这是等于一种储蓄，甲水捡起来，哦，甲水捡起来，啊，都市就拢拄着即个问题。哦，咱台湾是安怎水？咱老年人讲，秉做咱水资源欠的所在，水资源缺乏的国家之一。为什么我们有台风、有梅雨，雨下那么多，水资源会缺乏？因为咱的河流形地太短太急，留不住水，所以咱要起做水口。啊，水口水土保持不好，都有水库淤积的问题。啊，所以咱讲啊遮，咱落尾啊，咱介绍一下名词的。咱来讲咸水甲淡水吼，淡水安怎讲？淡水台语安怎讲？你嘛讲淡水哦，淡水伫咧台北，咱淡水讲啥？正水了。啊，来正水安怎写？椰子是安尼啦，淡水叫正水，淡水是地名吼。咱台语嘛有说合适没？麻雀安怎讲？胶啊，胶啊，说有用胶啊，鸽子安怎讲胶啊？老鹰安怎讲胶啊？胶啊。我加谢谢。有啦，吼，今日有人答，有知麻雀台语安怎讲无？好了，来说，麻雀台语叫做触叫，触就是家嘛，它经常在家里看到它叫触叫，你袂当讲啊，我知麻雀台语叫麻将，麻将，台语有麻将无？有啊，台语麻将是啥？麻将，麻将啦，拍麻将啦，吼。所以你叫伊讲麻将啦，然后两几个来算。划掉。麻雀，鸽子嘞？狗狗，Google Bird，鸽子两讲啊。Google Bird，鸽子呢？赛鸽一种鸽子呢？不会教啊。鸽子叫婚叫，本鸟，婚叫啊，麻雀鸽子起叫，哦，来打花二嘛，后来刚刚讲。